再来关心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到秘鲁参加2024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（APEC）。13日咧利马街头是发生几多站的示威行动，伫咧距离会场无远的所在就有警民冲突。相关的诉求包括国内犯罪严重，阁有大国家为着私人的利益来投资。示威的民众摕物件讲警察，互相堵塞，那想要冲过防线。 现场一个人烧美国加中国的国旗。Sería bueno que esa inversión que traigan sería bueno para el progreso de nuestro país, pero lamentablemente no vemos el progreso es mínimo. 一个示威的人骂总统博迪纳是凶手，因经伫咧 APEC 会场附近，甲最近一寡街头抗议，一个工会罢工，一寡甲政府的对抗战线扭来遮，要互全世界看到因的诉求。其中一项是过去几个礼拜，利马的犯罪暴力事件一直增加，因也唔相信总统博迪纳所讲的要赶紧解决问题。 Bueno, me encuentro aquí indignada porque cada día este gobierno y este Congreso, que es una mafia criminal, porque solo hace leyes a favor de la delincuencia y abandona al pueblo. 这边示威者内面有一寡是为了要甲一阵伫咧2002年抗议时阵，互警方杀害的百姓争取正义。迄当阵因对前总统卡斯蒂奥被罢免，引发全国真侪所在抗争，要求继任的迪波纳下台，也有修法提前大选。 引发抗争，有60个人死亡。第二家警方的冲突有人受伤，带头抗议的几个工会讲，袂安尼就准堵线。14、15两天也有安排。伫这么真侪国家的领导人，包括美国总统拜登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人，拢已经到秘鲁要参加 APEC。利马市这么正无平静，警方的维安也高度戒备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写。